香港食環署喺2月2號宣布，雀巢香港回收嗰22個批次嘅奶粉入邊，再驗出5個樣本含有納氧芽孢桿菌內熱毒素。呢件事聽落好似只係普通嘅食品安全意外，但如果睇埋《金融時報》同埋法國嘅《世界報》嘅報道，你就會發現呢個毒奶粉風暴一啲都唔普通。原來佢仲搞到法國2名嬰兒夭折，源頭又指向中國武漢嘅實驗室，再經由上海加 BU 公司生產嘅花生4烯酸铀 ARA 擴散到全世界。嗱，咁一樣啦，喺未開始之前，如果大家未訂閱嘅，請幫手訂閱啦，請讚好及分享俾朋友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請幫我手睇晒啲廣告，多謝大家。先講一個咩叫花生4烯酸铀 ARA， 佢係喺人體入邊非常重要嘅 Omega-6 多不飽和脂肪酸。ARA 大量存在於母乳入邊，係嬰兒成長發育嘅關鍵營養素。咁點解奶粉要額外添加呢？由於 ARA 對嬰兒發育太過重要，而大部分嘅牛奶或者係植物油，即係奶粉嘅基礎原料入面嘅 ARA 含量遠遠低於母乳。為咗令到配方嘅奶粉嘅營養成分可以模擬到母乳，生產商就必須要喺奶粉入邊人工添加 ARA 油啦。呢個亦都係點解今次雀巢事件入邊問題會出喺加 BU 呢類供應商身上，因為佢哋就係專門生產呢種核心嘅添加劑。好啦，佢係點樣做出嚟嘅呢？以前 ARA 可能要由動物組織，例如係豬肝或者係蛋黃提取，但成本高就好難大規模工業化，所以而家嘅主流做法都係由生物發酵技術，利用特定嘅真菌喺發酵罐入邊進行培養，最後通過提煉就將呢啲油脂吸取出嚟，就變成我哋見到嘅 ARA 油啦。既然佢係好嘢嚟，點解會同毒素扯上關係呢？今次事件危險嘅地方唔係 ARA 本身，而係生產過程入邊嘅微生物污染。因為 ARA 係通過發酵真菌產生嘅，生產環境需要極度無菌同精確控制。如果發酵過程入邊混入咗納氧芽孢桿菌，呢種細菌就會喺特定環境下產生內熱毒素。最棘手嘅係呢種毒素正如其名，係內熱嘅。就算奶粉生產過程經過高溫噴霧乾燥或者殺菌程序，毒素都係依然存在，最終直接進入 BB 嘅口入邊。所以成件事係因為佢哋嘅生產工藝涉及複雜嘅生物發酵，仲要監管不力，源頭污染所引致。而呢個工廠嘅所在地又係武漢啦，真係搞到大家有埋 PTSD 啊！幾年前嗰場席捲全球嘅瘟疫爆發又喺嗰度，點知事隔幾年，當大家以為可以唞啖氣嘅時候，武漢又再次以毒素源頭嘅姿態登上國際新聞頭條。到底武漢呢個地方有乜嘢魔力，可以源源不絕咁生產出啲令全世界都頭痛嘅嘢出嚟呢？武漢喺中國版圖入邊絕對唔係一個好窮嘅地方，相反佢係一個重工業同高科技並行嘅特大城市。佢嘅經濟實力喺全國排名前10，喺中國中部嘅經濟心臟。但問題就出於喺呢度啦，武漢經濟命脈係高度依賴生物科技、化學工業同埋大型嘅製造業。呢度聚集咗全國最密集嘅生物實驗室同埋化工產業鏈。當地需要擁有頂尖嘅科研設施，但喺監管體制同誠信文化上面，似乎永遠都追唔上佢哋發展技術嘅速度。武漢之所以有咁多化學嘢，係因為當地嘅政府將光谷同埋生物醫藥產業視為命根，投入天文數字嘅資金去搞科研。當一個城市將所有資源壓住喺呢啲高風險、高回報嘅生化領域，而社會又缺乏透明嘅監督機制嘅時候，出事只係機率嘅問題，而唔係意外嘅問題。今次雀巢事件最諷刺嘅地方，就係嗰啲標榜德國製造或者係瑞士製造嘅高端奶粉，原來入邊嘅核心營養成分，竟然係嚟自一家監管成疑嘅中國供應商。截至1月31號，雀巢香港已經回收咗大約159000罐嘅產品，但呢個數字背後代表緊幾多個家庭嘅焦慮？香港食環署由上個月7號到琴日為止，收到48宗嘅投訴，仲驗出10個樣本出事。
睇嚟我哋嘅香港食安把關都幾後知後覺喎。雖然涉事嘅批次已經喺市面上銷聲匿跡，但係已經食咗落肚嗰啲點計先？有瑞士媒體每日廣訊報早就喺上個月22號就已經踢爆咗成件事。瑞士聯邦食品安全局仲指名道姓咁話，加必優公司就係罪魁禍首。加必優作為全球3大油脂製造商之一，供貨俾雀巢、達能呢啲國際巨頭，呢種壟斷嘅地位令到一間公司嘅失誤可以造成全球性災難。我哋成日講話要追求全球化，但今次我哋睇到嘅係毒素全球化。武漢負責搞實驗，上海負責生產，歐洲負責包裝，香港負責銷售，最後由全世界嘅嬰兒負責受苦甚至死亡。如果人哋唔爆大鑊，真係唔會知件事去到幾嚴重。成件事睇落去，呢啲國際大品牌為咗慳成本或者追求供應鏈穩定，將靈魂買俾咗一啲監管透明度極低嘅地區。雀巢同埋其他乳業嘅巨頭口口聲聲話品質至上，結果連自己奶粉入邊加咗啲乜嘢毒素都要等媒體踢爆先知。香港作為一個貿易轉口港，喺呢場博弈入面完全係處於被動。我哋只能夠等到出咗事之後，一箱一箱咁將啲奶粉搬返去回收，然後喺記者會度解話，事不關己咁。如果我哋唔去深究武漢呢類城市背後嘅生產，呢一類事件只會換個名、換個產品，繼續喺我哋生活入面輪迴。今次嘅奶粉毒素事件其實係一個警號，當依賴一個只追求效率而無視程序正義嘅生產基地嘅時候，遲早都係要付出代價。武漢呢個城市擁有發展高科技嘅硬實力，但喺誠信同監管嘅軟實力上面，顯然仲係一個貧民窟。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嘅片，請 CLS 啦。